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手续因有权称做上帝的囝儿。圣诗31首，天父听咱世间众人。 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
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罗荣府。第3日对世人中活活上天，打一个全人的上帝大名，伊要讲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圣礼。就可以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卖用启应文教导，启应文第42篇，伫信息后壁1075页，就是以赛亚书第11篇。亚瑟的老树头的布衣，对列军为反击。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地位王名神，计划甲勇气的神，地先甲变为上主的神。这声变为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的来审判，伊袂靠耳骹所听来看，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食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发出言言，处死邪恶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心公义。豺狼甲温柔会做伙大。爸甲山仔囝会做伙我囝甲婿会斗阵食。细汉囡仔会做恶者看报应。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因的囝会做阵休困。这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恁的囡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两年的囡仔会伸手去弄蛇。伫我信山的逐所在，因一定会受伤，会受害。因为对上主的认识会普及全地，请大家三角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时间过得真紧，搁2礼拜外，今年就要结束啊！回顾2021年，阮心中充满惊吓甲紧张。伫个5月中，本土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不只是为着病毒死亡的威胁，生活嘛拢受到真大的改变。侪人的收入减少，甚至失去头路。餐厅无法度开放用餐，学生无法度到学校上课，教会无法度做实体礼拜，而且人人自危，行路坐车拢都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人。嘛要随时注意媒体报道肺炎甲疫情的消息。现在阁出现Omicron新变种，顶礼拜阁有人本土去染着，毋知疫情何时才会结束？疫情以外，阁都要担心中国的战机甲军舰对台湾的扰乱甲恐吓。这侪挑战，互阮烦恼台湾甲人类的未来。天父上帝，你是慈爱的主，保守的主。虽然人类有真侪所在得罪你毋捌巴杀阮，你听到阮的祈祷，伫个每遍危机之中，带阮行出困境。圣经教示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八一即个神的就是聪明。主的圣囝耶稣基督嘛捌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暗，反倒阁有活命的光。即马阮上需要的就是四过传播福音，互世人熟悉你，行你指示的道路，人类的未来较有光明。求你坚定我的信心，
互阮专心做你的工，一心荣耀主。嘛求你保守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邀请雅音合唱团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同心献感谢》。
咱感谢雅英合唱团的学老，中读圣经。 上帝话记载伫个何西阿书甲约翰一书，咱先看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就是咧旧约圣经第1000页。以色列做囡仔时，我听伊，佮调我的囝出埃及地，那叫因那走开，现在伫个巴列。 烧香伫个午上，我教以法莲学行，牵伊的手，总是因毋知我医好因。我用智慧的手甲仁爱的大牵因，我款待因，亲像对因的颔棍偷开因的地仔，用羊草下伫因面前。伊无过倒去埃及地。 亚述要做伊的王，因为伊无肯倒转，刀剑要到伊的城，毁坏因的门宫，因为因的计谋吞灭我的百姓，决意要背我。虽然有人叫因归五至权咧，总是无一个尊重伊。以法莲啊，我抬头会去杀你；以色列啊。 我抬头会将你交予人，我抬头会互你亲像暗妈，抬头会款待你做水片。我回心转意，我自爱心真烈，我无要发出我猛烈的受气，也无过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上帝，毋是世间人，是伫恁中间的神的。 我无要伫个受气中临到恁。第2段圣经伫个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12节，就是咧新约277页。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 因为上帝是听，上帝找伊独生的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话，上帝听对即个显明伫咱，毋是咱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祭，听就是在伫即个所听的兄弟啊，上帝若听咱。 到安尼，就咱也着三听。将来未有人看见上帝，咱若三听，就上帝踮伫咱，也伊的听完全伫咱。讲道，请本堂张牧师讲道，题目是上帝是听。请甲同心，咱做伙来祈祷。早伫的，现在伫的。 将来也会永远伫地上帝，你是无限，你是永远存在。总是阮是你所创造的被造物，阮受空间的限制，阮搁较伫时间的方面是有限的。2021年，阮伫行行中渐渐地经过，剩2礼拜久，阮回顾即年。 最拢是互阮惊吓的声音，疫情一波搁再一波，互阮看袂到尽头。中国的军机一再咧扰乱，即2天阮也听见台湾真可怜，伫世界舞台搁减少一个邦交国。世间互阮的拢是福音。 阮需要福音，阮需要知影上帝你听阮需要知影上帝你伫即个时阵也坐伫宝座伫掌权。上帝你的心意对伫台湾，就是迄中间有10个义人，你也无要毁坏。恳求主你
帮助阮，互阮会通倚靠你。诗人讲有清净安息的所在，就是倚困伫上帝你的心怀。今仔阮众人对四面八方怀抱着无共款的心情，检测有感谢有欢喜，检测有侪人怀抱着看虑、忧闷、烦恼、艰苦来到你面前。每一个拢是上帝你所创造，你知影阮的欠缺。求你通过这个敬拜，用上帝你的圣心直接来对阮讲话，来帮助阮，互阮知影各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你今仔日游玩，也咧掌权，毋若伫台湾，伫阮的性命，嘛伫这个全世界。主啊，阮需要你来安慰、来扶持、来鼓励阮。今日阮的敬拜，搁一届，因为上帝你是听，就伫听的内底，阮会安然自在。求你通过人有限的传达了解上帝你奥妙的真理，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直接来领受上帝你的应允，来领受上帝你的听。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想咱若小可回顾者，咱拢会记得今年5月以后，5月以前，咱大家感觉拍注迄疫苗毋是遐尼重要，因为台湾控制了真好。总是5月以后，大家开始惊，大家知影讲咱真需要较侪疫苗来帮助咱我无迄个医学常识，总是医学专家甲咱讲，即个社会愈侪人有注即个疫苗，迄个覆盖率愈悬即个大家互相迄个群体的免疫就会较悬。所以咱开始伫迄阵5月，逐礼拜拢咧看有疫苗入来无？有疫苗送来无？逐个全世界拢咧抢即个疫苗。即2天伫台北车头，逐个咧做，虽然无去遐排，总是心内嘛真欢喜。一届做1000个、10000个，感觉安尼，别人若有做，我嘛搁较安全，迄种的感觉。我甲查，讲台湾的疫苗第一剂覆盖率差不多伫要8%啦吼，这伫世界内底算是前段班。第二剂嘛差不多6%5%，开始咱的第3剂，我想这拢是头先我问叶医师讲，伊已经0.1%内底迄个啦。因为医护人员第一级的人拢需要先做第3剂咱即马也搁开始咧准备，明年会通大家人拢有机会通爱做第3剂，因为这病毒一直咧改变，所以有时伫即个中间，咱即1年中间看见世界即种的差别性，即好野国家，特别是欧美的国家，因疫苗做甲讲拜托你来做，拜托你来做，总是因都无人要做，大家为着民族性，为着各种的原因。所以美国的覆盖率到今仔日还阁输台湾，因咱看逐工因还阁几万人、几10万人咧确诊，所以遐好，咱会感觉讲人善国是等这个疫苗等到要死，你若无爱做，无你会送较济来互其他的即个善的国家会通来需要的人来甲做。所以即一年中间，伫疫苗即个供应环境。世界卫生组织批评讲，这考验世界道德啦吼，这是道德的灾难的瘟疫。你有诶，你敢无法度通分互迄个较欠缺？所以你会记咱真欠的时阵，有几个国家因家己真衰，总是因一直送来，咱足感谢咧。咱感觉讲哇，这种的温暖吼，互咱感觉非常温暖。这2天我才注意甲看讲，非洲大陆差不多，咱即马知影。即个 Omicron， 即个病毒是为南非洲遐来，非洲差不多有60个国家吼。我的资料毋知有正确无吼？敢若15个国家吼，因的接种率是10%啦，15个国家所以安尼讲起来，45个国家差不多真少人1%几%咧做疫苗。这个科学家甲咱讲。这个瘟疫是全世界性的，你袂当欧美的国家控制好势，善国互伊伫迄个所在游行，因为这个疫苗若继续一直传落去，伊一直会变异，会变种。所以非洲的国家敢若15国有10%以上的人来注着这个疫苗。果然就是
即马咱看见伫非洲的新的病毒啊，即个传染力听讲非常的悬啊，即个啊一再会重复感染的关系，那你得有可能会佫得着，所以互咱感觉非常的烦恼。啊，迄天我咧看电视的时阵，就有人咧讲，恁世界卫生组织恁咧扑灭这瘟疫吼，战略上是真大的错误。你敢若甲消防队啊，甲迄个水拢放伫欧美的国家，啊，敢若注重即部分的火场，啊，另外迄台遐烧甲遐厉害，这个烧倒转来，所以头先咧讲的迄道德瘟疫的灾难，啊，甲世界分做有疫苗的国家甲无疫苗，啊，即个非洲的国家拢较散，啊，所谓第三世界较落后的即个地区。啊，我用这来做这个，就是讲，咱台湾就叫做高端疫苗啦吼。啊，我的意思是讲，伫世界内底，互看做是低端的人口，伊无机会通拍到一个较好的这个疫苗，不管是 AZ 还是莫德纳，疫苗很高端的，高端的人才拍得到高端的疫苗。关于低端的人口，其实是这2年才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啦吼。什么叫做低端人口？我去维基百科解查。啊，这个是中文的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因为这个特殊的一个名词，称呼讲，伫社会上是从事较低阶层劳动力啊，较需要用体力蓝领阶级的人。啊，通常这种人，大部分拢是较无受过教育的，啊，收入当然也较少，啊，咧做的工课也是取代性很高。什么人只要你有体力，拢挺好做，唔是迄个高科技的工作。啊，当然这恶性循环，低端人口啊要翻身会真困难。我咧无偌久以前讲其实吼人类社会真恶讲甲人贴标签这个习惯，甲伊撕下来了吼。咱不管咱要今日要找对象，咱嘛是会甲伊有一寡条件。我们会说啊，伊应该至少你嘛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你嘛当有厝，你当有啥物？咱拢往这伫迄个所在啊来甲人设一个条件伫迄个所在。啊，社会用真刻板的印象啊，来甲人分阶级。你若有够也钱，你去到机场的这个感受就真无共。哦，你若买这个商务舱啦吼，头等舱，你就先会通先入去贵宾室底下享受，啊，你就会通先入去啊，先落来啊，因为你口袋比较深啊，所以我用不同的待遇来甲恁区分，无共款的。这个世界是安尼咧运作，我想这也是真在所难免。啊，这低端人口第一遍学到，实际上是几年前啊，被北京市政府伫迄年毋知是安那有一个公文讲要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要清理啊整理这低端人口啊。当然后来这个可能是为遐开始，毋知是这个专正诚侪咱知影的一个名词啊。这当然有一寡歧视的迄个意味啦吼啊，迄个是低端的人口。迄年2017年11月啊，北京已经真寒真冷啊！啊，北京诚做一个1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啊，为着治安啊，为着各种的市容啦，为着各方面呢，因感觉这个 homeless 的人街友，也是讲啊，为庄脚来北京啊讨生活这的人。因检测有诶伫河川地，有诶伫什么所在，大节寮啊，就伫迄个所在影响市容，所以我们要来赶出。我想这毋是干那中国啦，事实上台湾嘛安尼。咱若去到龙山寺，有时你嘛会较惊，迄附近街友会较多啊。暗时你也看有人伫遐，伫美国嘛共款。我伫美国诶时阵，阮迄个城市算是讲啊，迄个治安真好啊，拢是较高收入的人。
所以我听伊讲，只要有 homeless 的人伫街路咧行，警察车就挖去吼，该载去别个城安尼，无爱互伊伫迄个所在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伫迄个中间，伊互安尼赶来赶去，踢来踢去。因为官方的讲法就是治安啊，互百姓更安全啊，环境卫生的问题等等，所以阮要整治低端人口。我用这来做今日开始，就是上帝目睭中敢会分你是高端还是低端？什么人伫上帝目睭中会通夸讲我是高端的？我的经济力，我的学历，我的道德，上帝你爱甲我放伫高端的人口。神爱世人，上帝疼世间人。这个世间人是无分高端甲低端的，无分种族、皮肤的色，无分你有受教育无受教育，无分你是身体健康还是你有淡薄的问题等等遮。神爱世人是一个统称。总是伊安尼讲，你会想讲，这是牧师你咧讲的，你敢若安尼讲上帝听世间人拢无分彼此无条件。我最近咧甲想吼，圣诞节到啊，我咧想讲，世间遐尼侪人，上帝哪会选择一个劳工的家庭？伊哪会去选择约瑟甲玛利亚这对夫妇？一个劳工的家庭，做木匠的家庭，环境也毋真好，也毋是高教育的这个家庭，诚做伊道成肉体，要互这个家庭伫迄个所在来养育来成长。这个咱毋知上帝安怎选的？为什么这对夫妇会确凭众贤？我咧感觉讲，伊特意去选择一个低端人口，互伊来经验人类的这种的现实，这种的问题，我想讲天使为什么干那要报消息给遐个 homeless？ 对犹太人来讲，你无一个所在通去，你为着生活伫旷野伫迄个所在咧流浪，天使哪会无爱去甲希律讲？哪会无爱去甲祭司头遐宗教领袖？哪会无爱去甲遐个法利赛人经学师，甲因报好消息？上帝干那甲即个好消息报遐个？居无定所，半暝都佫需要伫旷野过夜，因为着讨生活的人。敢若上帝有特意去亲近这个人，咱看见这对夫妇，因为拿撒勒去到伯利恒，为着一个政治命令去报户口，所以因爱为遐行120公里，伫2000年前迄种的路途去到伯利恒。到迄个所在时阵，因无所在通住，因是 homeless， 所以只好才住伫马条内底。生产了后，甲囡仔看，甲婴仔放伫迄个马座。我想咱即摆来做爸母的人，咱哪会敢甲囡仔、甲婴仔放伫遐垃圾的所在？咱最近侪阿公阿嬷拢讲，我要抱阮囝，都爱阁洗手咧，都爱阁洗身躯洗了，无因孙仔因囝无要抱咧。为着安全，为着各方面，咱有足侪考虑。做上帝道成肉体，甲婴仔放伫，互约瑟甲玛利亚，凊彩饲凊彩大安尼共款。上帝为什么互即个伊的囝道成肉体耶稣伫细汉的时阵，就经验迄个政治的对杀，做一个政治难民。当希律知影去互博士骗去了，伊为着永绝后患，甲伯利恒2岁以下的查甫囝拢要杀的时阵，约瑟甲玛利亚较早知影消息，带伊到埃及。最近伫美国边界，足侪遮个东南美洲的这爸母，因想要来寻求政治庇护，毋茫会通住伫，会通来伫美国，所以。因就安尼想讲，美国是重视人权的，所以我爱带细汉囡仔。囡仔的人权，你若安尼会，因会申请政治庇护，也是要入来美国住，可能机会较大。所以侪拢惜家带眷，带细汉囡仔为中南美洲行到墨西哥边界即个所在。
咱有一个会友，伊的查某囝专门咧为着这想要非法偷渡的这移民的囝儿，咧甲美国政府打官司，要争取这囡仔因的人权。你无爱互你嘛无要紧，毋过你伫迄个所在，你要好好照顾即阵的人，啊，互因伫迄个所在，互这囡仔是无辜的，因为着要较好的生活。耶稣伫细汉时阵就经验过遮的，上帝互耶稣出世伫拿撒勒，因爱无爱互他耶路撒冷，因爱无爱互伊出世伫法利赛人的家庭，互伊受较好的教育。规个看起来，耶稣伫当时的社会绝对毋是高端人口。而且经学书法利赛人是看不起这个列比的，看不起出这个耶稣。伊敢毋是目睭的囝？伊敢毋是伊的兄弟姊妹拢住伫咱中间？伊有受过什么教育？伊有什么能力？这咱伫圣经内底拢一直看见。上帝特意互伊的囝道成肉体，用低端迄种的社会方看见其实的这种的经验，互伊来经验伊的人生。所以上帝真知影咱的社会是安怎运作的。上帝安怎看伊所创造的人？人会安尼分，总是上帝伊安怎看？圣经用真侪类比吼来描写伊甲人中间这种的关系。咱大家真实就是圣经真侪所在用各样的甲羊群，诗篇23篇，一个各样的人怎样去照顾伊的羊群，怎样去保护伊的羊群，所以咱会去读到这。旧约中间真侪描写上帝是一个会嫉妒的丈夫，总是伊的百姓，特别以色列百姓，亲像不安于世的妻子。伊无对这个上帝来重视，反倒去拜巴力，去拜其他的。伊用安尼来描写，特别伫迄个何西阿书，用迄种的先知家己实际经验来比拟讲，这个充满了嫉妒啊，对伊的太太不安于世迄种的艰苦来描写上帝对人的心情。你约翰15章，路加15章。这个描写我感觉真趣味，就妇人人现在真正真唔甘啦，伊有10个囡仔碰见一个，所以翻箱打点灯，规个厝内变，因为我唔甘迄个钱银碰见。当然啦，看见耶稣百姓为着保护伊的碎价，这个碎价鸡互迄老鹰的攻击，伊奋不顾身底下来保护的母鸡。15章，咱大家知影是5万囝倒转来的老爸，这个老爸，我想这拢是咧描述上帝对人迄种的感情，伊毋是一个远远存在的一个第三者，伊爱甲咱有关系，伊爱咱去体会伊对咱的疼。今日咱用的圣经节何西阿即几节，毋是用丈夫甲某。伊用这来比较你若注意甲读起来，你会感觉，这个上帝是充满矛盾的一个上帝。咱来看第1章11章1节到3节，伊讲以色列做囡仔的时，我就真疼伊带伊出埃及吼，咱拢知影这个讲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罗在地的故事总是过落去。伫遮以色列百姓上帝的选民中间，我愈叫因，愈互因转来，因愈走开。我想咱中间若有一寡做爸母的，你囡仔若伫青春期的时候，嘛真正安尼。你甲叫我爱转来食饭无啦，我甲朋友约啦。你愈甲叫伊愈爱转来。因现坐伫遐巴力的中间，烧香伫五常。上帝咧家己咧回顾。因从细汉，我像亲伊发现我教因学行啦，行了颠来颠去，我牵因的手，我抱因伫我的手中，总是伫因破病的时阵，安那甲因照顾，甲因安那来扶持，因敢若拢体会袂到即种的疼。我依靠因总是我的囝儿，袂遐多体会老爸老母即种的疼。我想咱拢捌做过囡仔，做过人的囝，咱中间也真侪已经做老爸。俗语有咧讲你若当家才知柴米贵，
你家己咧控制家中的经济顺，你才知影讲哇，即摆菜起甲要死，养儿方知父母恩吼。真侪人拢是家己做老爸了后，才想讲哇，确实做爸母无简单啊！伊敢若徛徛，咱欢喜甲要死。伊行第一步的时阵，颠颠倒倒，咱伫边仔是惊伊去哭着，去迄落，付出偌侪心力，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总是真正有真侪囝儿袂通体会爸母即种的疼，所以互侪即个爸母非常的伤心。先知也何西阿用爸母的心来描写伊甲人的关系，然后伊用各样的人，也是讲做一个牧人，安尼照顾伊即个精神的关系，继续来比拟。伊讲上帝讲，我用智慧的手甲仁爱的大牵引，我款待因，亲像因是咧背重担的牛，甲因偷开因即个担，互因通得到自由，带因去到通得到饱的所在，用牛草下伫伊的面前。所以，因为爸母甲囝的关系转到牧者甲伊养饲的精神迄种的关系，我一直细心的去甲恁照顾，总是得到的迄个回报，毋是爸母，毋是即个牧羊人，是即牧人所期待的。咱知影何西阿即个先知是主前700年左右，迄个北国以色列特别灭亡以前的一个先知，所以迄个时阵，伊伫咧警告伊的国家、伊的百姓以色列，无法甲回转。恁若无回转的时阵，恁的门庭会受毁坏，恁会受掠亚述王要做恁的王。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甲因警告讲：恁会敢若亲像以前强掠去埃及共款，后来亚述要做恁的王。为什么？因为恁到即时也毋肯倒转来，你们还不回心转意，所以刀剑会灭你的城，恁的门庭，恁会受毁坏，恁会受吞灭。伊安尼来警告这些百姓。其实，伫规个伫圣经的中间，定定用这种的咧描写上帝对人，是安那人拢要照家己的路去行，无爱来quyền地伊。所以以赛亚讲，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道路。然后我非常的上帝非常的感叹，伊甲摩西讲：你看我这百姓，颔棍硬啦吼，因是这心足硬的百姓，足固执安尼，敢若要行因家己的路，安那甲叫，安那甲叫，因拢毋肯回转。何西阿书11章第7节甲第8节，伊安尼讲，因决伊，我你安那甲我叫拢无效啦，反正我要行阮家己的路。虽然有人叫因归至权的，总是无一个要听遐先知的话，无一个要尊重伊。然后伊讲的即个，以法莲啊，我胎讨为气杀你。我想胎讨即个字可能敢若教会咧用尔啦。即马伫外口咧讲胎讨，你无人听有啦。我敢会当？即马话讲，我敢会当气杀你嘛？我敢会当气杀以色列嘛？我敢会通甲你将你交互人嘛？我敢会通互你像是亚玛吼甲西边，这是两个地号名啦吼。即个我敢会通对待你，亲像我对待亚玛甲西边安尼来款待你。亚玛甲西边实际上是索多玛、蛾摩拉边仔的一个小趟，一个小城市。所以你看《申命记》29章，当上帝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的时阵，这两个城也受毁坏。是上帝受气的时阵，伊对索多玛、蛾摩拉受气，顺续亚玛甲西边安那受到毁坏。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上帝家己对家己的过去的历史伫遐反省，讲今仔我敢要对付以法莲、对付以色列，亲像我对付当时对付亚玛甲西边啊，我太讨。这个读出来，咱耶稣在头你有注意到连续讲过，上帝伫遐非常的矛盾。我的百姓决意要背我，一直甲叫，无一个要尊重伊，所以家己伫迄个所在，就家己
自问自答讲：啊，我太托，我敢会当甲你弃散嘛？我敢会当甲你放弃嘛？我敢会通将你交予别人嘛？我敢会通安尼来对待你？这个是一个对照，这个我所爱，其实咱即马知影恐怖情人啊吼，最近伫消息，伊决心要离开我，啊，总是我要安怎来对待？我有迄恐怖情人，伊就是想办法甲你毁灭嘛。你咧想看上帝有即种的心，我所爱决心要陪我，总是我袂当安尼，我袂当安尼。伊自问自答，我敢会通安尼就放弃？我敢会通安尼来伫我的受气中来甲伊毁灭嘛？咱看见一个伫矛盾中的上帝，伫矛盾中，我毋知要来对待这个悖逆的百姓，伊直咧家己约束家己节制，所以家己安尼讲哦，在第9站，所以我决心，伊无要回心，就是我的回心啊。我听伊的心真热，我主爱的心真热，所以我的确无要发出我猛烈的受气。我无爱伫我新受气的中间毁灭我所创造的百姓。伊提醒家己讲：我是上帝，我毋是世间人，是中间性的，所以我毋通伫受气的中间临到恁。上帝所听的。袂回心转意，总是上帝因为听，伊自我约束、自我提醒。你是上帝，你毋是世间人，你毋通伫受气中间去临到遐悖逆的百姓。所以上帝毋是一个远远的存在啦。你伫旧约中间看，伊甲人的中间真的是爱恨情仇了，又爱又恨。为什么是安尼来迄落？所以。天父是一个痛苦的上帝，你可能真好想到上帝哪会痛苦，因为伊互家己会疼所束缚，伊互家己会疼所束缚。所以我咧迄天读一本册，伊都咧讲人确实知影安怎去伤上帝的心啊！这上帝真正伫痛苦中伫遐呼喊，这何西阿书就是安尼讲。丹麦哲学家、神学家齐克果伊安尼讲论到罪人吼，这甲路加15章迄个老爸徛伫遐咧等，又进一步，伊讲这个老爸毋是徛伫遐等你回头，这个老爸上帝踏上一条漫长的道路，伊来到世间要找人，要找这罪人，好因悔改，所以道成肉体，用上帝讲我来找来成做因的款式，来表现出迄个疼，互因知影我安那疼因。这个婴仔出世是要为着我来死，为着我的罪来死，所以伊开始出发去找这个背叛伊的人。圣诞节就是上帝疼世间人具体的证明。咱今日所读的几句，咱拢真实的圣经，拢咧强调上帝疼世间人，将伊道成肉体，独生囝赏赐给世间，互咱会通得到永活，互咱有活的可能。约翰1书4章9节是安尼，伊即个囡仔出世，圣诞节即个婴仔基督的出世，是要为着你来死，互咱对伊来活。毋茫咱伫即个圣诞节想会出即种的意义出来，上帝会对你的疼，伫圣诞节显明非常的清楚。伊道成肉体，来临当，然后来赎回，互认罪悔改的人得到伊的接纳。所以上帝疼，毋是干抽象的，毋是干感情上的，伊是采取行动的，道成肉体的疼。那安尼的时阵，其实。咱才承受上帝恩典的人，上帝疼的人，就需要把这种的疼应用回应在咱的生活中，因为疼是对上帝来。你若要甲上帝就是疼，你若要甲上帝叫另外一个名，讲伊就是疼的本源，伊就是疼的源头。上帝疼咱到安尼，
所以约翰这个听的书读一再咧强调，你若读约翰一书啊，这个话乃一直看来看去，拢是讲上帝是听，恁就彼此相听。因为伊感觉这非常的重要。你若无彼此相听，你就无体会上帝的听伫咱的中间啊。所以基督徒领受上帝听的人，咱的生命中爱有上帝这种听的本质伫咱的内底。所以人甲人中间这种的听，就算咱咧讲低端人口、高端人口，随常咱伫迄中间看见人互相中间照顾迄种的听，嘛是咧回应上帝听。所以人讲日本安尼，迄个送咱真侪疫苗，因为因真感谢善医大地堂，因咧回报回应，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好的循环。所以要安怎证明你听上帝？耶稣给咱的命令就是照顾养饲，上帝安排伫你边仔的人，智未遂关怀遐。耶稣过来了，伫加利利海边仔对西门彼得显现。咱印象拢真深，约翰21章连续问3届，你敢有听我？彼得拢真有自信，讲是我听你。3届耶稣佫接落的话就是讲，那安尼，你饲我的羊仔囝，你去照顾我安排伫你边仔的遮的人。所以要回应讲啊，我都听上帝，上帝爱咱看。伊安排伫你边仔羊仔囝，所以约翰4章咱也讲咱听上帝，也就听伊的兄弟，伫迄个中间，咱才会通体会，才会通回应迄个听。所以听上帝毋是干那抽象的观念，讲啊我听上帝。最近马太福音，你毋知有咧读灵修的迄落，为即摆读到16、17章啦，这到25章，佫共款耶稣一直咧讲这项代志。你若行伫我兄弟姊妹随一个，就是行伫我。伊带囡仔来讲，你款待我啊，款待这姊妹随卑微的，才会乱。咱伫顶礼拜的读经的进度中间，耶稣一直咧强调讲，去照顾，就是表现出对上帝听。所以讲，你若听我的囝儿，你若听我安排你周围的人，你就是咧实现对上帝的听。当然要听兄弟也无遐简单啊，听有足侪条件吼，讲真容易吼。人有足侪家己的性格啦、环境啦各方面，总是这是咱的目标。最近真侪教会吼，真爱用这吼，甲你隔壁兄弟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老实讲，我真袂惯势呢，可能对阮囝、对阮某，我都无啥遐露骨，甲讲我爱你呢。个隔壁的兄弟，迄是性格问题啦。毋过，互我较大的感觉心虚的所在，就是老实讲，我敢会通亲像耶稣听你的听来听你，我无迄种的能力。我真正会通讲耶稣爱你，所以我用耶稣的爱。同样的爱的等级来爱你，我敢做会到？我敢做会到？总是耶稣伊咧表现出伊的听吼。你若读福音书内底，你注意甲看，伊伫真侪所在有形无形咧显现，伊安那表现对人的听。我用超这4、5项，其实你若读福音书较注意的时阵吼，你会注意到几项啊？伊对人的接纳，不分伊的社会阶级，不分伊的别人对这个人的看法，啊，伊尊重人，伊家己的节制，啊，伊真细腻去感受到别人的感情，啊，甲伊感同身受去回应，啊，伊勇敢面对思辨。这5项的中间，咱第一项看就是伊表现的接纳。伊伫社会这边缘人，亲像咱头先讲，伊出世就是好像刻意接近这低端的人口。伊伫咧3年的传道生涯内底，大部分嘛是拢这社会
社会看作罪人的，所以定定互批评啊。法利赛人看伊讲啊，恁迄个老师哪一日敢都咧歹人三角食咧甲因交陪。伊是安那会去杀街因兜咧杀街？虽然是好嘢人，总是伊个钱都拢共歪来共迄落，伊是罪人来去歹人的厝。做特种行业的妇女欢喜接近伊，所以我真爱杨惠丽，一个美国即卖作家，伊定定咧对教会提出一个条件，讲耶稣伫世间的时阵，社会这边缘人真爱去接近耶稣。为什么今日教会是耶稣伫地上的代表？社会边缘人唔敢接近教会，因为感觉讲教会的人是拢较高级的。伊拢感觉教会的人就是我爱洗好穿较清气，我爱穿了较体面，我才敢入去的。杨惠丽咧条件讲，你教会做耶稣的代表，今仔日是安那互人社会感觉是讲啊，我爱到某一个程度，我才敢入去教会。这是咱一个真大的条件。爱嘛表现伫尊重甲自我的这些观点。咱今日所读这个约翰1章的这个。上帝感受到去食官庙讲迄种的痛苦，这个世间是伊所创造，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唔接纳伊啦，唔接纳伊。总是后壁讲，伊真低姿态讲，若欢喜接纳我的，我就想随因官兵做上帝囝哩，多么的客气！你到家己的所在，世间唔捌你啊，无尊重伊，甚至甲伊定死，总是来欢喜接纳伊的。尊重人的选择，伊讲伊有万关能的能力，所以撒玛利亚无要接纳耶稣，因即群人的时阵，伊的学生真受气，讲你都叫天君叫天降一个大火，甲这个人忤逆上帝人，甲伊烧死嘛。耶稣无啥物对这个无要接纳伊的人，责备伊的学生，啊，然后转身去别个所在。上帝尊重你甲我的选择，就是人安尼亵渎伊，伊嘛节制，亲像咱今日所读何西阿书，节制伊的受气，约束伊家己的受气，听表现伫感同身受。有时你注意看，耶稣有时咧行神咧，根本都毋免动骹动手。迄个罗马的背众罗卜伫遐破病人来甲拜托。这个背众甲耶稣讲，你免去到阮兜，你讲一句话，阮迄个就会好。是耶稣有迄个能力，总是伊那特意去蒙这个太高，这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被拒绝，大家拢惊接近伊，惊蒙伊，惊迄落，总是伊双手蒙伊，互伊感觉讲伊是受接纳的，是受上帝所疼的。当伊看见列撒罗死，伊去感受到人面对死亡迄种的痛苦，所疼的人死去的时阵，迄种的悲伤，所以心内悲叹忧愁。然后伊陪这个伤心的人做伙，伫迄个所在咧哭。我们有这样的心吗？咱有这种感同身受，讲这个人咧痛苦，这个人咧迄落，我欢喜甲你伫迄个所在来担当，甲欢喜的人欢喜，甲悲哀的人啥咧？听也表现伫，虽然上帝给我的使命毋是我所爱去承受的，总是既然上帝交付的，我顺服。即节的圣经路加13章，法利赛人毋是拢歹人咧吼。迄时法利赛人几个来甲耶稣讲，你爱赶紧走哦，这个希律想要杀你哦。总是耶稣安那甲因回答，你去甲迄只狐狸讲，去甲希律讲。你看，今仔日、明仔日，我赶鬼医病，到第3日我就完全。所以虽然头前有危险，虽然头前我明明知影是苦难，今仔日、明仔日、到后日，我应该安那行，我就安那行。我照上帝旨安尼来行。虽然伫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受难，总是先知伫耶路撒冷受难的，迄是真正常的代志。耶稣伫客西马尼的祈祷，咱大家拢真熟。这毋是我所爱，总是上帝你若交付我这个使命，我回应上帝听，
我对这个使命勇敢来承担。今仔日、明仔日，照原来的步调爱做，我就安尼行。听命表现伫欣赏甲学乐的观点。头先讲迄个背诵，迄种的信心，耶稣听见就奇怪。甲第一人讲以色列的百姓的中间，上帝选民中间都无亲像这个外邦人这种的信，这种对上帝能力的信，互伊非常的感动。真侪看到迄死的朋友为着即个无法度家己行到耶稣面前来得到医治的，迄个同心合力迄种的听，垂降的方式为拆厝顶来到耶稣的心感动。看见这个人的听，这个人的信心。甲伊讲，你会做得到赦免。当迄个妇人人，迦南的妇人人，咱最近才读15章，耶稣甲咱原来明白的耶稣完全无共。迄个妇人人是安尼哀求伫边仔喊甲，我的查某囝犯着鬼，你拜托你来帮助。耶稣一开始是无插伊呢，吵到要死，伊的学生讲啊，老师啊，迄个啊，缀咱行行偌远啊，你著甲应付一下看安啊。耶稣甲应付是安应付。我奉车是为着以色列百姓来，你是外邦人，我无义务，无迄个责任去照顾你的需要。总是这个妇人人无放弃，伊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伫这个新疆，所以继续求。耶稣讲迄个其实互人非常受气的话，伊讲摕囝的饼等互狗是无适合。哦，这种话你敢听会落去？耶稣讲这种话咧。总是这个妇人人伫迄个唯一的盼望，互伊家己的民主伫涂骹去用洗嘛无要紧。伊讲就是狗仔嘛食迄个饼油。因为耶稣对这种的信心大感动，伊甲逼到墙角，甲逼到旷野中间，总是看这个妇人人的信心。对囝儿查某囝会疼，伊讲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爱，甲你成就。兄弟姊妹，咱来学习回应上帝这种的听，伊接纳你甲我这种无完全的人，安尼我要接纳伊来做我的主要。伊尊重你甲我的选择，伊自我节制，总是我有尊重上帝啊无，我有尊重伊啊无。伊真细腻去感受到伊周围人迄种的喜怒哀乐，我也会通安尼去学习，感同身受去关心其他的人。伊勇敢面对使命，我是毋是也会通学习伊迄种的疼，无辜负上帝付托。伊伫需要欣赏学乐的所在，伊完全无吝啬。伫咱中间，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囝儿，咱是毋是也会通学习伊多欣赏加学乐少批评，伫做中间。听伫圣诞节，天使唱一条圣诞歌，就是直接关的为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这歌词都记伫路加2章14节，是咱甲荣光归伫上帝。总是地上和平，毋是归伫世间人的，地上的和平是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就有限制了。望你甲我，咱会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上帝所欢喜的人，就是照保罗讲，咱爱定定查验，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事。伫我的专业观点，伫我的家庭内底，伫我的对人观点，伫我的信仰观点，我查验什么是上帝爱我去做，咱会通荣光人，荣光上帝，利益人的。保罗也甲提摩太讲，你着第一，你爱第一，互上帝看你做可取的，互上帝看你做可喜悦的。伊一定会欢喜咱用信心、听心，甲愿望来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听。咱用这个圣经做咱今仔日的结束吼，咱做伙来读罗马书第5章第8节，咱做伙来读。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抑搁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伫咱抑搁做罪人，罗马书第5章第8节，真水的一个圣经，咱就要来体会上帝伫圣诞节对咱所显明的疼，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疼，你也将疼的命令赏赐互阮，求你互阮领受即种的疼，来用阮的性命
永远逐工的生活来回应上帝伫即种的疼。以祷告耶稣的名，阿门。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请起立。奉献，请师伯甲李美心即书施献。请起日唱奉献的歌。
报告，欢迎大家斗阵来礼拜。今仔是大感节第3主日，咱点光第3期向阵宣告喜乐的腊节，请大家用欢喜的心来预备基督的降生。礼拜了，请留来交伊亲安。第2点是，今仔是总会定的关怀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的主日，请大家斗阵来关心这一生尽忠服侍，即马已经退休的主的罗布，为因代祷甲奉献。第3点，今仔礼拜了12点半要召开小会，伫个6楼，请小会员甲要受洗的兄姐参加。第4点是征求回应。伫个公布栏有我对南门圣诞的印象的海报，伫个12月20前，请兄姐利用便利贴下落你对教会圣诞布置、圣诞赞美礼拜、庆祝会，也是其他，互你印象较深的活动，短几句的感想，搭伫顶悬，请大家踊跃参与这活动。第5点是后礼拜12月19，圣歌队要带领咱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第1场华舞的礼拜暂时休困一遍，请来参加10点半的联合的圣诞赞美礼拜。第6点要请报名参加圣诞庆祝会。今年的活动是咧12月25拜六举办。这活动的内容就是迄天下晡3点半，要有天才伫演唱的欢乐趴。暗时6点有迄个圣诞的爱餐请参加，每一个是交100块，报名的方法甲规则如下。第2就是讲，每一个报名者都爱提供名示甲勾选，你要踮倒一站楼用餐甲便利就是迄天摸彩活动进行甲爱餐的迄个分配第2是个人报名向迄个诗函报名甲迄个纳费即若团契报名，请负责同工报名甲纳费即若会友后邀请亲情朋友，请诗函也是团契同工报名甲纳费原则上都是邀请的人甲被邀请的人，都固定踮咧同一栋楼用餐圣诞爱餐分4站楼提供主题餐点名额有限请紧报名。较方便安排座位再来就是各一站楼团契的分配，甲目前就是名额会剩的迄个数字，请大家家己看再来就是会计年度的关照所有对外的奉献，要踮咧12月19就是后礼拜日关照，对内的各项嘛是要踮咧12月26要关照所以请大家就是准若要对内对外的奉献，都要踮咧即2礼拜即2个时间进行完成感谢大家的配合明年第1季的时间预定表因为即摆要编印请都爱踮咧12月21日各团契都爱为你要活动的内容安排地口办公室，具体交通咱所敬爱的苏顺斌兄踮咧12月10号安息主怀享受94岁，请为遗族代祷。团契消息后礼拜12月19第2场礼拜了，上联团契要开年会，请上联的兄姐参加。代祷事项甲家己看顶礼拜的奉献踮咧周报后壁嘛，请家己看。我说毋知要补充毋知有需要介绍的人，我遮拢无资料有朋友说
咱遮有两位姊妹吼，欢迎你来参加即个礼拜吼，先来欢迎。毋知影还有其他需要介绍两项，第一项就是即个圣诞节实在是传福音上好的机会吼，所以我有知影咱真侪兄弟，你的太太也好，囝儿也好，拢较无机会来咱们教会。12月25你会通邀请，也是后礼拜圣诞赞美礼拜嘛是足好的机会吼。圣歌队足认真练，足好听的诗歌吼，请来参加咱的圣诞赞美礼拜。咱后礼拜第一场无吼，所以会记10点半咱做伙来参加即个赞美礼拜。25迄个爱餐吼你若家庭大家做伙伫遮来庆祝圣诞真有意思吼，所以请大家来鼓励较侪人来参加庆祝主的圣诞。过来一个就是第6夜，伫咱周会内底第6夜吼今年李梅新执事吼，伊特别有一个新的 idea， 因为咱教会已经70年咱中间有人参加咱们教会已经60-70年，有50-60年已经有吼早期咱们教会安怎庆祝圣诞，互你印象上深的一届，你甲写便利贴甲写伫馆顶，这将来伫70周年的纪念日间馆顶咱会写，互你感觉较印象较深的。今仔下早有人讲，有一年咱去南昌公园做迄个圣诞的甲迄南方里合作吼互伊印象真深。有一年咱去邮政医院伫迄个邮政医院大厅伫遐囡仔唱歌吼互伊印象真深。譬如你写2字甲搭咱公布栏馆顶吼安尼来参与互你回顾咱过去毋茫咱逐年的圣诞节拢有新的体验吼，则拜托咱大家来配合。对今仔真古水的龙安来点咱这第3期老姐呢吼，伊是秀琴姊仔的查某孙吼。请起你来斗阵吟信息609首，一主听堂内面第1节甲第2节，结束听牧师主导。救赎的恩典，愿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愿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祷了，意会。